劳工的工作权是有受到职安法的保障，不过大部分的公务人员是拢总无适用。有民间团体竟是去到立法院头前陈情，讲职安法就应该包括公务人员，尤其是高风险的警察、消防加司法人员，保护公务人员的工作权益。纵然消防员得到了职安了，那我们要问的是，那警察呢？书记官呢？狱政管理员呢？或者是广大的一般公务员呢？去年屏东民用工厂大火造成4个消防人员殉职，引起各界关注消防人员工作权。行政院今年6月提出消防法修正草案，增加安全卫生防护专章，但是民间团体指出，其他大部分的公务人员虽然无适用，是差别太巨。这是百工百业都可以适用职业安全法的时候，我们在台湾少数的这些公务人员，居然要因为我们的身份而无法适用职业安全卫生法，甚至在这些公部门的职业当中，有一些单位是已经可以适用职业安全法、卫生法了，所以一再的去凸显说，我们的国家其实是选择性的在给予明明是人权的这个职业安全。民团表示，公务人员参一般的劳工同款，都有职业安全风险，更较免讲是风险更较悬的警消、加人员甲长工时的法官等等。这寡人大部分拢无适用保障劳工的职业安全卫生法，因诉求修正职安法，甲公务人员也列入适用范围。殉职的事件之后，大家才开始反省说，我们不能这样子，我们要改善。但是如果都是要等到有人死了，我们才开始思考说要不要改善，明明就可以，我们在事先就，例如说有事故的时候，我们就调查厘清，那我们可以事先把它预防。民团讲，今年到达已经有警消人员、司法人员、甲政人员，技术因为各种职业安全问题离开世间，因呼吁公务人员也应该适用职业安全卫生法。民团未来打算邀请3党的立法委员，各有行政院相关部会沟通，表达基层人员的诉求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